欢迎收看《台湾相界》，我是来宾张伟民。今日咱要讲到台湾议题，但是和美国、日本 （Czech Republic） 共和国拢真有关系啦。首先，要来带大家看到这个 AIT 这个动作，伫这个时间点，甲过去历史电报拢点出来是啥物用意哈？意思就是讲哦，这个台美关系真正毋是人喙花用嘴讲讲的尔尔啦吼，是用实际行动啦吼。其实要甲阿强啊吼，甲说明好清楚啦吼。第一个电报就是要改变掉这个1982年这个8·1级联合公报吼，这个解说，因为当阵哦，这个美国进行着对台湾也好啦吼，这个军事武器的这个买卖，简单来讲，美国迄当阵哦是讲要偷偷啊来减少对台军事的这个意愿吼，但是决定咧倒位咧，决定咧伫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毋是和平要解决两岸分歧的这个承诺吼，意思就是讲中共你若是制作无安全，也是讲无稳定吼，美国就会增加对台湾的这个军事武器的这个买卖啦吼。第二份电报是咧讲啥咧？第二份电报是对台湾的6项保证吼，其中嘛包含着对台未实行着压力吼，要求讲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做谈判啦吼。这是美国的动作，咱嘛看到了吼，真正是台美关系毋是嘴咧讲尔。但是即阵咱真正拍破是甲这个 Czech Republic 这个参议院的这个议长啦吼 ，Mr. Chiller 这个议长今日来到立法院啦，咱看到边仔起来是咱的这个立法院长尤锡坤啦吼，伊讲啥？咱嘛看到讲哦，因除了颁奖以外，咱嘛看到讲这个议长吼，伊画出我是台湾人，哇，真正是使人感动。但是敢若感动尔吗？无，咱就看到讲吼，这是一个欧洲国家、东欧的这个国家做一款这个表态，无咧惊中共这个政权吼，这个部分咱看到开第一枪，敢真正会引发到这个欧洲，也是讲东欧亲中的这个态度，做一寡连锁的这个大改变咧，这是值得咱去观察的吼。其实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唔那 AIT 有动作，咱佫有讲到这个 Czech Republic 这个共和国有动作啦吼。啊，咱嘛看到讲，因为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伊即阵话要辞职啦吼，所以过去较亲台、较亲美的这个路线是毋是这个超线吼？美国真正嘛是真关心啦吼。其实吼，咱嘛看到讲日本这个首相吼，前首相安倍晋三，其实有敲电话甲这个美国总统 Trump 来讲吼，伊要辞掉这个首相。但是我这个日本的这个大方向，其实哦，真侪人讨论是毋是这个安倍晋三来辞掉这个首相以后，哦，其他这个候选人吼，对来做一寡改变吼。咱来看到讲新任的这个候选的这个名单啦吼，咱来看到讲吼，第一个是咱讲的是啥物啦？是咱讲吼，这个Suga Yoshihide啦吼，迄当阵哦，这个是上势上悬的吼，迄当阵咱嘛看到讲，伫咧咱讲前总统李登辉过身的时阵，伊嘛去驻日代表处啦吼，去做一寡这个纪念这个动作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吼，这是一个部分，啊，即阵声势嘛是上悬吼。另外吼，咱嘛看到讲这个部分是这个Shiba吼，这个伊吉鲁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伊过去已经选过2届这个部分，但是咧，这回第3摆要来出任，敢真正会当选赢？但是咱头拄讲到这个部分哦，这个伊的这个声势有较悬吼，所以这个部分咱看到到底日本要行向亲中也是亲美的这个路线吼。透过节目，咱嘛要做回来去对话，做回来去讨论。这边先来邀请3位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中研院欧美所研究员林正义，大家平安。第二位咱们邀请到淡江大学国际事务甲战略研究所教授洪明贤，大家好，大家晚。所以咱们来邀请到政治大学日本研究学庭助理教授，咱的这个伊西哈拉。伊西哈桑你好，大家好。哇，咱今日邀请到真正吼，有日本专业的，啊，有一个欧美专业的这个教授啦吼。伫遮，咱先要来带大家来看讲做 AIT 经到这个时阵吼，这个时机点为什么这么啊敏感啊？对台湾人讲吼，过去有人都话讲台美关系，你就是用坏尔吼。即阵实际互你看，这个公布意思，即阵出来有啥物用意伫咧？咱会当知影这个电报啊，是这个7月16日，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这 Robert O'Brien 伊来解密。是，但是咱知影这个8月17，是这个8·17公报 ，OK， 38周年。是，但是最重要的是讲最近这几个月啊，中国以这个台湾海峡，是以这个南海有足者武力的示威，是，还是要来恐吓，所以我感觉这是最重要一点。是，因为不管是这8·17公报，还是这个6项的保证啊，伊的
前提啊，是，一定讲北京一定要用和平的方式啊，有影伊袂再用这武力、还是这个威胁来对待台湾。是，伊讲，反正讲北京用武力的话，美国就无需要遵守这个6项817公报，伊会照着伊这个6项的保证，6项的保证就讲继续去买武器予台湾。我感觉这个是足重要的一点。另外一点就是讲，中国伊过去这2、3礼拜对于这个 Lockheed Martin， 伊这美国国防的公司啊，伊来提供台湾这个爱国者飞弹，北京来讲，伊要来制裁，是，所以咱现在知影讲，伊有足重要，就是讲拄啊解密，另外一点就是讲，甲咱即马现在台湾海峡的情势都有足大的关联。是。有影啦吼，虽然看到这个美国这个动作 ，AIT 经到这个38周年的时阵吼，其实有伊特别的用意吼，就是对中共讲台海的这个安全，你真正爱顾会着啦吼。所以这个 AIT 嘛有强调这个6项保证，伊要做会到这个前提啦吼。嘛讲吼，要卖互台湾军事武器，嘛有一个前提，就是讲中共你莫想 hostile 吼 ，hostile 就是讲你莫想这个敌意啦吼。其实真正，咱嘛看到讲吼，伫咧昨咱嘛有看到真正，咱甲美国佫有一摆做实信的这个对话吼。对话头顶，伊佫甲这6项保证，佫甲宣读一遍，咱先做来看。中国最近一直释放对台动武的消息，敏感时刻 AIT 解密2条甲对台军事有关的电报。第一条是1982年7月，由当时担任美国国务院次卿发送予当时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李杰明，提供美国对1982年817联合公报的解说。第二条是1982年8月，由当时担任美国国务卿舒兹发予李杰明。公布对台6项保证，包括美国无同意设定终止对台军事的日期，无改变有关台湾主权的立场，被对台施压，要求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向谈判等。AIT 强调，6项保证一直是美国对台参对中政策根本的要素。And 6,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ever pressure Taiwan to negotiate with Beijing. These were the 6 assurances that President Reagan made to Taiwan in 1982, and they endure today.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史达威伫视讯会议上再度提出6项保证的具体内容，保证靠打有完有效。反制北京动作的意思真高。史达威也宣布，美国将甲台湾举办美台经济商业对话，关注中心布局、科技甲医疗产品供应链，加强投资台选甲知识产权保护，扩大基础设施甲联关合作。总府感谢美方以实际行动深化台美经贸合作的伙伴关系。也期盼未来双方透过这一个新创的台美经贸高阶对话的平台，积极深化台美的经贸连结，创造台美互惠双赢。AIT 也表示，这项高阶对话将由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成长、能源甲环境的次卿克拉奇主持。外交部也感谢美国采取实际的行动，进一步深化台美经贸连结。保证对话的细节也在继续沟通中。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到讲吼，这个 AIT 吼，伫这个时间点吼发出来，头拄这个咱讲研究员已经有讲过啊，已经说明过啊。咱就要进一步来看到讲这个内容到底是啥物吼？咱其实嘛讲到 AIT 进前已经公布吼，咱甲这个美军吼做伙来去做空中加油这个动作吼。这回这个电报代表意义真正是无共款啊吼。所以第一个电报是1982年7月10的这个部分啊，咱嘛看到这是 White House Situation Room 啦吼。这个时阵，该公布起来，咱嘛看到这个内容是迄当阵美国国务卿吼，这个部分吼，伊叫做 Eagle Burger 吼，发予当提示的这个 AIT 的这个处长吼 James Lilly 啦吼，关于到咱讲对待军事武器这个买卖这个情况吼，真正爱做一寡这个说明吼，过了38档这个说明，真正吼台湾人看到，美国人看到，中共嘛看到啦吼。若是讲咧，这个中共采取到这个敌对，咱头拄讲到 more hostile 啦吼，伊这个内底用字就是安尼写吼。你若是对台湾真正敌意遐尔深吼啊，这个态度，还是讲建立军事投射这个能力啦吼，就是讲你要加强伫即地，咱讲倒伫着这个区域。台海无安全，
无稳定，美国就会增加着对台湾的这个军事武器的这个买卖啦吼。所以伊尾啊，伊这内底写吼，这个 This final assurance U.S. arms sales to Taiwan will continue 吼，会继续啦吼。所以不管是啦吼，就是这个军事武器。后一个咱嘛讲着吼，这个军事武器的买卖绝对唔免过问着中共啦吼。继续，咱要来请教咱的洪教授啦吼。这个第一方的这个电报写到遐尔明确，咱头拄嘛有讨论到这个时间点，研究员头拄也讲着吼，可能是这个台海危机啊，吼是讲台海无平静啦吼，无稳定啦吼，美国这个军舰嘛驶上来，啊，这回 AIT 第一份这个电报又搁出来，又搁讲着中共你就是 hostile 的吼，啊，即阵这个中共。当然嘛是 keep up 啦，啊，中共的态度，咱要安尼看咧。我感觉美国的公布这两份电报吼，其实是看中共即摆目前的表现啦吼。尤其是38年前的817公报吼，写得足清楚，就是讲美国的政策是维持台海和平吼。啊，维持台海和平一个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讲中共袂使破坏这个区域的稳定吼，啊，中共袂使用武力来威胁台湾吼。啊，这两个条件了后，差不多甲美国对台武器的出售有关系啦。那换言之，就是讲，美国感觉讲，伊维持台海稳定，伊嘛有台湾信心，所以伊在咧1979年吼，有通过了台湾关系法 TRA 吼，伊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来保证台湾的安全。哦，那么在保证台湾安全以前的思考就是讲，美国爱充分吼提供台湾。防卫性的武器，互台湾有信心来对抗大陆中国吼。所以咱看这个电报，伊就感觉讲，那中国改变这个对台湾和平的态度，啊，伊就要做这种调整改变吼。啊，另外我感觉上调是讲，咱一直讲1982年，雷根总统有6项保证吼，啊，其中第5项的保证讲得足清楚的，就是讲未改变关于台湾主权的这个立场。伊意思是讲。等咧1979年吼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承认，伊无承认咱中华民国。啊，迄是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啊，毋过伊无讲台湾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讲台湾的主权也是中华民国的。这是美国台海政策一最重要的一个思考。所以这个美国嘛是遵循着这个一中原则，哈，是讲一中政策，一中政策。所以为1979年开始段，美国都无改变。啊，即马。改变的是中国，伊的武力增加，伊对台湾的威胁增加，所以美国在这个时阵，在38年了后，817公30年了后，伊公布这两个物件，就是要甲中国讲，伊的政策无变，你若用武力侵犯台湾，那么伊会搁较卖武器给台湾，那我感觉，其实咱搁来看另外一个物件，就是讲。当时1982年的时阵美国总统雷根伊嘛有写一个备忘录和当时的美国的迄个国务卿舒兹，甲当时美国的国防部部长温伯格，议题嘛是共款，甲迄个军售台湾有关系毋是这两个电报，是另外一个电报。另外一个电报。我讲这另外一个电报是原因是讲雷根在迄个电报当中讲足清楚的，就是讲美国对台湾军售会根据817公报，1982年817公报来减少对台湾的军事。啊，毋过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讲中国袂使用武力，袂使威胁台湾。这两个是合到点的。相牵连的。那我意思是讲，这个电报等咧2019年的迄个8月30号，由前国安会迄个张宝顿伊个解密。因为咱即摆看这两个 AIT 电报是2020年7月16号，由即摆国安会顾问欧布莱恩这个解密。就表示讲，美国咧公布这个电报有一个司机的考量，是因为最近中共伤超过啊，遮尔超过啊，所以伊才甲这电报公布，互你知影讲，我的政策是安尼，我会继续支持台湾的安全，继续支持啦吼。啊，尤其咱嘛讲到11月3是美国总统大选吼，这个 Trump 伫咧这个时间吼来放这个消息，其实嘛是讲吼，咱讲。前一年迄个电报吼是关系到咱讲到蔡英文总统伫咧这个2016年甲这个2020年这个连任的这个过程吼，啊今年是换到美国总统川普家己要选举啊，伊嘛有这个需要啦吼，所以咱要看到吼，就是咱头拄有讲到这个第2份电报也好啦吼，咱看第2份电报吼，当中头拄有讲到这个数字啦吼，啊根据到这个817联合公报签的这个同工啊，就提互这个 AIT 的处长
James Lilly 啦吼，啊，当阵咱嘛看到讲哦，其实这6大重点拢真重要，咱一个头观众朋友来听哦，未设定讲终止对台湾军事武器的这个买卖这个日程啦吼，这个意思是啥啦？就是讲吼，这个咱这个 end date 伊未去甲公布啦吼，就是讲会继续去卖武器给台湾吼，只要中共你若是要有 hostile 这个敌意吼，啊卖伫台湾吼做军事武器买卖进前，向阿强啊，你来甲你说明吼，还是甲你找意见吼，来甲你问啦吼，买啦。过来就是讲，卖伫台北甲北京之间做一个中间人吼，做一个 bridge 这个动作啦吼。其实伊就是讲，这是恁家己的事务吼。啊，阿强你嘛爱遵循着你的这个你的这个角色，啊，台湾你嘛爱遵循着你个角色啦吼。但是第4点就是讲，未修改着台湾关系法啦吼。啊，都是另外就是咱头拄教授所讲的。未改变对台湾主权吼，这个立场啦吼。另外第6点就是未施压台湾和中共吼，坐起咧谈判桌来做一寡谈判吼。其实这就是美国对台湾这6项保证。头拄咱嘛看到就讲，美国这个助理国务卿吼，伊嘛有讲到吼，这个原则到呾也适用啦吼。咱来看到讲美台关系，咱嘛讲真正毋是用喙花吼，人喙花伫遐喙讲的尔啦吼。其实这已经是这个真重要的这个承诺。做出来，尤其是历史文件，绝对唔是亲像讲中共所讲的这个中英联合声明，会当讲这是历史文件，呼的就准拄算吼。过来，咱们来请教咱的这个伊西哈拉桑吼，咱来看到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哈，在这个部分其实对台湾敌意是很深的了哈，尤其在蔡英文连任之后，中国的这个军机犯台或者是扰台，其实时有所闻。那美国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刚才讨论过，可能有选举的因素。可能有这个台海不安全、不稳定的因素，你还有看到其他什么东亚的因素在里面吗？好，那个我认为，因为这个现在美国的态度是还是有的部分跟日本一致，希望维持亚太的现状。OK， 对，所以这个部分是不管东海、南海，也有美国以前的政府没有讲的东西，现在美国政府不承认、不否定。中国在南海的立场，因为东海的立场也是如此的，所以这个部分是我完全这个看到的，就是说，美国应该对台湾的这个进一步的承诺的。OK， 这个部分是当然日本来说，两岸这个台湾海峡和平是最重要的利益的。OK， 不过是日本方面终于这个中共是定这个反分裂国家法，那个时候在讲这个反对。单方面更改现状 ，OK， 这个部分是，所以是应该日本也有认为是美国这样态度，可能是非常理解啦，美国采取的态度啦。就是日方很了解美国做这样的这个决定。对，不过是日本的态度来说，日美关系来说，日本也有不应该完全靠拢美国啦。哦，美国也是中间人，所以日本可以当做中美的中间人。我们考虑是美国还是要。川普连任，也有可能第2任采取不同的政策了。OK， 还有后来是美国这个拜登上台，就这也是在调整的。那其实我们还是日本方面就舆论讨论，就太靠拢美国，也有对外政策相当遇到风险的。OK， 我就1972年日本被美国不要是被骗的啦，不这个先美国跟北京。讲好，这后来才知道这样的震撼的尼克松的时代，这个震撼，这是我们还是要慎重看待的。OK， 不过是应该美国川普为了选举，还是要对中国反制的态度越来越明显。这个我就不过在日本看到中国的对中国的这个因素来讲，或者是对中国的态度，其实有没有做一些转变呢？中国，我觉得应该他们还是内部也有很多讨论的。当然，中国内部我在日本国内也听到，还是因为太过度反美国的态度啦，反而是影响到中国整体的中国的利益了。或是习近平这些态度来说，不太可能对中国、对台湾或者对美国表达软弱的或者是消极的态度了。我觉得这应该他表面上还是要继续紧张的。局面 OK， 这个伊西哈拉桑吼，其实讲到真侪重点吼。第一部分就是咱看到吼，其实这个日本的这个立场吼，过去就是甲这个美国较友好啦吼。啊，其实对中共这个立场，其实最近几年嘛有豆豆咧改变，嘛看到讲因吼对中国
袂当讲是这个较这个反中啊吼，爱讲是较严格吼，要比较对严格的来看待中共啦吼，较严格来看待中国啊，其实咱嘛是共款吼，毋是讲反中反共，但是咱是真严肃的来看中共甲咱的这个议题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搁一届，这个 AIT 伫咧官方网络头顶啦吼，咱嘛讲吼，即阵真侪人读新闻吼，毋是对着咱讲这个 New York Times 吼，即阵看 AIT 吼，就当摕到这个第一手的这个消息，咱看历史的文件 ，AIT 这个 cable 吼，就是咱讲的这个电报啦吼，改变了后，咱对看吼，这个美国才嘛做出真侪回应吼。第一点，咱就看到咱家己外交部吼，就是讲吼。正是吼，也是讲甲警告吼，中方哦，你着莫个真正乌白引用着这个817公报啦吼，啊，搁一摆甲美方吼继续伫咧帮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这块吼，表示咱的这个肯定吼。另外，咱要看到讲哦，其实咱嘛是咱的这个洪明贤教授，就伫咱遮吼。这个美方这个部分，就是甲讲吼，台海这个安全，毋是中共讲的准拄算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这个 Elbridge 吼，伊是美国国防部前副这个助理部长啦吼。伊讲这代表美国对台湾做出更较明确的这个承诺。另外咧，这个格莱伊吼，就是Washington 这个智库的这个顾问啦吼，伊是讲吼，传达美国是捍卫台湾安全，这个真有当信赖的东盘信号啦吼。继续，咱来请教咱的这个林正义研究员吼，其实咱看到，咱外交部立场嘛徛甲真在啦吼，尤其咱头段嘛讲到，这个台美吼过去有人讲吼，这个头一战就是这个上尾仔战也好啦吼，就是美国要来帮忙吼，啊，小连续来看，美国毋那敢若口号尔，伊实际做互你看。啊，咱嘛看到讲吼，这个 Outbridge 吼，嘛做出讲真正这个承诺，我真正毋是用嘴话传尔。我感觉即内底讲了上好的是即个洪教授，吼，伊讲台湾甲中国的安全，毋是讲中国讲了就拄算，吼。是。咱知影就是讲应该是台北甲北京 OK。吼，都爱有即个共款的角色甲地位，吼。啊，但是咱会当看去即个六项的保证啊，北京都无咧讲即个六项保证。OK。吼，啊，美国伊过去来讲，原来是较无讲啊，吼。但是最近即几冬，哪来讲愈侪，吼。所以咱会当看前礼拜即个共和党的即个党纲内底，是，伊就完全甲2016年完全拢是共款，有摕到讲六项的保证，吼，即六项的保证。是即个817公报的前1个月 ，OK， 吼啊，但是即马足少人知影，美国一寡少年人啊，不管是伊是学者，还是即个国会的议员，都毋是讲足了解 ，OK， 所以即个论述啊，变做北京咧讲啊，所以毋是讲北京伊要做啥物代志，台湾来接受，美国来接受，更重要。完全都有一个前提啊，是，就是讲中国袂使用武力啊。伊讲中国用武力，美国所有的吼对中国的保证，拢总讲完全拢啊减少掉了吼。所以一再来讲就是讲，伊有点啊是即个议题的连锁啊。OK， 你有讲啥物，吼啊，我会做啥物，一个看一个吼，一个看一个，是。所以我感觉即足重要，吼，即个六项的保证，即六项的保证，会当讲一届，互咱台湾家己知影。OK。美国甲台湾的关系，毋惊即个台湾关系法，毋惊即个台北法，毋惊即个台湾旅行法。是。佮另外一点就是讲六项的保证，即六项的保证有2点是甲即个卖武器有关系，啊有2点是甲咱台湾的主权有关系。是。啊，佮另外一点就是讲，另外2点就是美国伊台北甲北京伊扮演的角色啊，所以即个原来是对咱来讲啊，一种的教育啊，吼，即个 AIT 以即个从最权威啊，吼，咱即个书面都还未看到以前伊大前release 出来吼，嘿，伊也公布出来。是，即个公布一出来吼，其实咱冇看到，即个中共都动作啦吼，咱看到CCTV 伊就警告即个美国吼，
卖吼，甲这个台独势力吼发出这个错误的这个信号啦，因逐部拢是安尼讲吼，所以这 AIT 官方网站这一个出来 ，CCTV 就开始讲话吼，中共国台办嘛讲话吼，继续咱们来请教教授啦吼，你嘛讲吼，台海安全绝对毋是中共讲的这个准绳嘛，但是因 CCTV 罐头讲的这个话就是安尼啦吼，就是迈向这个台独势力吼发出这个错误的这个信息啦吼，哇，这一句话咱拢会晓背啊啦吼，所以要安怎看咧？这个 AIT 这回啊，甲这个中共这个回应。我感觉中共吼解放军吼为2013年以来吼，甲日本等咧迄个钓鱼台吼一寡军舰或者迄个对峙啦，就是讲伊一直感觉讲迄是伊的土地吼，伊嘛讲这就是东海防空识别区啊吼，啊为2013年啊中共嘛在咧南海吼，迄个南沙群岛吼也有7个人工岛礁吼，就是讲伊一直不断地改变现状吼。啊，今年2020年吼，1月23号，武汉吼发生这个肺炎嘛吼，啊，毋过中国无因为讲伊内部发生这个问题吼，伊继续等咧反省东海，伊无反省，伊等咧东海、南海、台海吼，啊，甲第一岛链或超越第一岛链吼，做一寡有军事演习啦吼。是，这意思是讲，伊改变现状啊，伫咧这个改变现状之下。要稳定亚太安全，唔单干啦讲咱美国甲台湾、中国有这个责任，所以这个是重要，就是讲台海安全，唔是干啦讲中国讲准都省就是讲嘛喺美国、嘛喺日本、嘛喺台湾，大家共同来为这个安全吼。是。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 AIT 控制的问题是要甲中国北京讲吼，迄个现状哦，伊无希望。中国单方面来破坏这个现状，是哦，因为美国感觉讲伊的台海政策也是一个中国政策，是维持这个稳定的亚太、稳定的台海。啊，即摆来讲，中国妄布咧想要改变这个现状，哦，伊飞行机有当时逼近迄个台湾海峡中线对无？啊，危害咱的安全，嘛危害日本嘛其他国家安全，所以伊若单方面改变的现状、破坏现状，对咱是不安全。啊，第三点。咱为这个角度嘛，看得出来讲，美国有这个思考要甲美国甲台湾的关系甲提升啦，就是讲以前咱讲两岸关系是咱咧中美关系下骹的关系，啊，毋过即摆感觉讲，中美关系甲美台关系是平行的，就是讲即摆最重要。那这就是讲咱台湾毋是干那一个会使用应用的基础，咱嘛是逻辑啦，就是台湾有价值啦吼，建立价值吼。那在这情况底下。嘛，在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OK。昨迄个卫福部的部长人问你讲啊，为啥要开放美猪美牛？因为就是讲咱台湾也在提升咱的国际地位。啊，其实除了提悬咱台湾的国际地位，上重要是讲，互咱台湾的力量吼，咱的贡献使甲其他国家来分享，因为咱的防御是上好的。哦，咱的靠岸对无？咱一寡物件在帮助其他国家。啊，上重要是讲，咱若等咧台湾海峡，等咧东北亚，咱会使稳定咱力量，就有法度讲，甲这个地区吼和平稳定。啊嘛法度讲，互中国知影讲，你袂使甲咱靠武力，要威胁其他国家。你嘛要了解讲台湾的重要性，台湾甲美国关系嘛是维持这个安全的。对啊吼，所以这个台湾的这个价值其实吼，全世界人看得到，毋那敢若是美国尔吼。头拄仔咱嘛讲真济啦吼，就是讲美国啥会伫即时阵 release 吼，甲这个消息放出来 ，AIT 这个 cable 吼，这个电波放出来，其实有伊的背景啦吼。啊，另外咱嘛看到讲吼，其实这个反对中国也好，也是讲这个拍。这个反中派也好吼，其实拢有伊的这个道理。咱嘛看到这个东欧已经开第一枪吼，咱讲切共和国啦吼。这回咱嘛看到这个参议院的这个议长来甲咱台湾吼，立法院发出我是台湾人吼。其实这嘛是学着吼过去这个Kennedy 吼，伫咧 Berlin 的时阵讲我是这个德国人吼，来共款做一寡呼应吼。做回来看。我是台湾人，希望。正做回邦交国的第一个伫咧台湾立法院演讲的议长，接续参议院议长韦德奇初一伫咧台湾展开国会外交，伫咧演讲的上尾引用美国前总统约翰甘乃迪的话：“我是独立人”，而且用华语话“我是台湾人”，互场内噗声超过1分钟。Jsem přesvědčen, že je povinností každého demokrata podporovat všechny, kteří hájí demokratické principy a někdy za nelehkých podmínek budují demokracii. Jsem proto velmi rád, že jsme v rámci naší senátní parlamentní diplomacie mohli za vámi přijet, abychom si navzájem vyměnili zkušenosti, podpořili se
a rozšířili vzájemnou spolupráci. 韦德奇议长这一次在中共战狼外交威逼利诱之下，坚持捍卫国家主权与尊严，勇敢率团立台访问，不畏强权，引领变革的捷克精神，令人敬佩。尤锡坤强调讲，韦德奇捌讲，台湾是事实独立而且自由的国家，两个国家拢是以民主加做立国的根本，期待未来持续交流合作，创造双赢，而且嘛颁予韦德奇一等国会外交业务奖章，甲立法院纪念艺术推。经过46年，阁有外国议长访问国会，尤锡坤佮夫人杨宝玉亲身迎接。伫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形之下，双方的人员伫议场甲喙暗摕落来翕相，向媒体摇手。席区的来宾嘛真欢喜，举手机仔咧翕相，阁比大富翁公赞。立法院嘛设置席区的特典，邀请韦德奇正式揭幕。即届立法院接待席区参访团甲媒体拢总40外人。席区团一行人离开议场了后，消毒人员随入场喷醋烈生水消毒。欢迎捷克来访，比照欧盟拒绝瘦肉精。不过，伫席区参访团到位进前10分钟，国民党团是把握时间伫议场头前抗议。党团书记长林奕华表示，欢迎席区议长来访，不过嘛要趁这个机会提醒蔡政府，台湾应该甲欧盟同款的标准，拒绝猪肉用3肉精。记者综合报道。哇，咱看到这个议长吼，讲我是台湾人吼，真正敢若使人感动尔吼，无啦吼，敢若是安尼尔吗？不止吼，咱看到其实对台湾来讲吼，伊是承认咱讲实质独立的一个国家吼。啊，其实咱们看到讲即阵吼，这个中国外交部长吼，这个王毅其实伫咧欧洲这个访问的时阵，其实吼。大家拢讨论着啥？这个香港的议题啦吼，人权的问题拢咧甲问啦吼。啊，伊即回吼，伫欧洲的时阵，佫讲吼，哇，伊即回是公开的对中共来起无空啦吼。另外，中共吼爱互伊即种行为吼，啊，甲政治斗气吼，付出真大的这个代价啦吼。啊，这个 Czech Republic 这个外交部吼，就召唤这个中国驻伫 Czech Republic 这个大使吼，张建敏啦吼，表达对这个王毅单位这个抗议啦吼。所以这个嘛看到哇，真正这个抗议嘛出现啦。但是这个 Czech Republic 参议院吼，这个议长伊讲啥啊？即回有96%的这个参议院。有人安尼遐尔支持啦吼，52个内底有50个同意吼。啊，其实台湾甲 Czech Republic 这两个国家哦，命运真相像，拢是追求自由甲民主的这个拍拼吼。啊，效法就是讲美国前总统 Kennedy， 伊伫咧1963年伫咧 Berlin 吼，迄当阵哦经典的这个演说，我是 Berlin 的这个人吼。啊，表示讲吼，即回伊发出我是台湾人，用华语来讲吼，其实真正使人敬佩啦吼。咱们看到朝野两党吼，还是讲其他这个党派啦吼，嘛做伙来甲伊拍扑架啦吼。其实咱要过来请教咱的这个伊夏拉桑啦吼，咱其实我们看到捷克这样子动作，我是台湾人，你在台湾教书也这么久了，听到这句话，你会不会觉得吓一跳？这个我觉得还是政治人物来说非常勇敢的啦。勇敢哦。对，我觉得这样的话讲出来，不过意思是还是外国的眼光来看待台湾的社会民主、自由、人权这种的普世价值，非常这些欧洲的这种的政治人物来说认同台湾的价值啦。这个所以这部分我非常肯定的这样的说法。或许当然。捷克也有当然本身的国家利益的，或者至少他一定考虑到中国一定反弹，还是任何手段来打压的。或许所有的事情先计算好，还是要来台湾。所以我这个意义是我觉得蛮大的。OK， 所以你看到这个很勇敢，但是其实他也在国家利益上面可能有去做一些考量。OK， 咱继续来请教咱的这个研究员吼，其实咱看到哇，真正。唔那敢若勇敢尔吼，其实咱讲出来40外档，咱台湾拢无这个非邦交的来去甲立法院啦吼。啊，这回咱嘛看到伊伫立法院这个演讲，啊，其实咱嘛看到过去这个议长吼，因为中共的压力吼，其实来去死亡。啊，其实这回来咱嘛吼，不讲是这个 Czech Republic， 甲咱真正有命运所相像的这个所在吼，敢是敢若这个政治利益为国家利益出发尔，还是讲吼嘛是？甲中共说明一个，咱讲欧洲遮，伊要做一个反中的一个破口伫咧。但你知影这个捷克前议长是前参议院的议长，伊本地要来台湾，有影。啊，但是这中国压力非常非常大。是。
打电话骚扰，吼，这个前参议长都不会过身去。所以现任的参议院的议长完成伊的这个部分。对，伊到台湾来，我感有足一个讲台湾甲这个捷克，都有必须的需要。OK， 吼，比如讲咱知影，伊带差不多将近90个人，吼，会代表团的团员来到台湾，甲台湾讨论这个合作。比如讲这个智慧城市 ，OK， 比如讲这个物联网，还有就科技、资讯科技，还有精密的机械，是，这完全在讲台湾甲捷克，尤其咱台湾会当提供的，不管是以这捷克的投资，是，咱知影讲这个捷克甲斯洛伐克，较早是一个国家，斯洛伐克甲捷克分做两个国家以后，这两个国家甲台湾的关系都是足好。OK， 所以咱讲为这点来看，这个北京的动作啊，这届原来是伤过大。OK， 唔惊这个王毅，跟另外这个杨洁篪，这个互人感觉做不好啊。是，就是讲有点伤过头。霸凌啊，怕霸，你袂再去台湾，你要去台湾，我就要报复，所以中国透过足个方式，以这个欧洲的议会、欧洲联盟，这个驻捷克的大使馆，当时足个压力，像王毅讲的遐话，就是讲付出代价，付出代价。我讲这个是，唔是讲一个足文明。国家是啦，共产党才讲会出来外交部长安尼讲的。是，咱继续要来请教教授啦吼。咱看到真正这个第一枪开落去，欧洲还是东欧遮，会真正安尼连锁反应落去吗？有可能因为迄个欧洲联盟吼，即摆有27个国家啦，英国拄拄退出去吼。啊，个这些国家咱咧中欧吼，伊嘛有足需要讲台湾的经验啦，台湾的民主啦，个台湾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咱台湾的高科技吼、资讯吼。而且会使反映足侪学习的所在，就是讲台湾的经验，到我都透过即摆捷克的来吼，甲伊推广吼。因为台湾经验上重要就是讲民主自由啊，尊重人权吼。啊，另外我嘛感觉最重要是讲，因为咱为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主权独立，台湾、中华民国、捷克，伊的主权独立是国家利益，伊要甲啥人建交、甲啥人来往，这拢是伊的自由，其他国家袂使讲，这是干涉人的国家的内政问题吼。啊，因即个参议院议长来，嘛是去咱的立法院，参议院、立法院其实拢代表各边的议席啦，代表全面的思考。就表示讲，捷克伊是讲，伊若无都为中国、为北京得了什么好处，还是讲得了什么经验教训，伊为台湾可能会得到更加好的物件。所以我感觉伊来，其实不只甲全世界讲，台湾是一个防疫的典范，台湾的民主自由嘛是一个学习。更加重要是台湾的经济发展经验，嘛使有大家来学习。所以讲伊感觉来。会使有这种效果，以后可能国家一国家会因为伊来台湾来出军吼，为台湾的经验来学到更较多些物件啦。是，所以咱慢慢甲伊讲，这是第一枪啦吼，互大家学较好的物件吼，甲台湾学经验吼，莫甲这个中央学经验啦吼。咱嘛看到讲吼，其实真正这个除了咱讲美国出动手，这个 Czech Republic 这个议长啦吼，参议院长嘛讲到，我是台湾人吼，向全世界来发表着讲这个。真重要这个 moment 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咱来讲这个亲代也好，这个友代也好，其实也有一个重要的头人，就是咱讲日本的这个前首相安倍晋三，过去啦吼，就是讲吼身体因为做遐济当的这个首相吼，其实身体嘛一直出问题。顶礼拜五咱嘛看到这个震撼弹一出来吼，其实吼嘛是讲。牵涉到咱台湾的关系也好，牵涉到美国甲日本的关系也好啦吼，所以伊嘛随敲电话吼，互这个 Trump 啦吼，该讲啥？咱日本的这个方向安怎行？日本辞掉首相以后，要来上接班啦吼，咱嘛来看讲接班的这个问题，做来看。其实咱讲到这个日本首相吼，安倍晋三其实吼做上久的吼，咱嘛看到伊这个资历。吼，即阵65岁伊啦吼，做过这个外务大臣吼，这个部分，咱嘛看到讲最上久的这个首相这个任期啦吼，最近嘛因为身体各样所以
辞掉首相这个职务。啊，过去对台湾吼真正友善友好啦，咱看到吼，亲像讲2016年的这个时阵启动，咱讲台日海洋和这个合作的这个事务对话啦吼。另外2017年的这个时阵呢，嘛甲交流协会变做是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啦吼，所以甲台湾嘛放伫咧这内底，可见伊对台湾这个用心用意伫咧倒位。另外2020年咧嘛公开听台湾吼要来参与到 WHO 啦。首先，咱要过来请这个伊西哈拉桑吼。我们看到安倍晋三其实对台湾的这个政策很多了哈，我们也在讨论说未来的接班人是不是延续这样子的政策，你怎么看呢？那个目前看接班人三位，或者当然也有这个台湾关系比较有这个有情感的，或者是普通的，也都有的。不过我觉得应该日本对台湾的态度，现在民间政府都像这次李总统去世的事情，就大家都非常关怀台湾的事情，所以是我哪一个人当首相，这个日本对台湾的态度还是继续维持这友好的关系。OK， 这个基本的部分比较不会改变。是基本的态度，对3个继任的或者是可能的人选，可能是3位里面，当然对一些议题上。这个有兴趣的，有些比较什么政治议题啊，应该政治议题可能是没有那么多啦，如果经贸或者人文还有社会这些议题想要加强，像例如说这个应该目前最看好的这个菅义伟，这个官环相关，对4个3，他的话曾经跟安倍这个一起来过台湾的，就是安倍可能是里面来说最信任的感觉上的。一位的 ，OK， 所以是如果他的话，就可能继续安倍的路线 ，OK。不过我们如果站在台湾的角度来说，不要太高估对日本的，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安倍可能是对台湾这几年来最友好的日本的总理，而且对台湾有关心，对台湾有兴趣，为了台湾做什么事情都很多想过的总理的，不过是几乎的。所有的日本政界人物，当然对台湾一定有某些程度的好感，不过是不要跟安倍比较怎么样的。国家利益，日本的国家利益还是这个重要的。当然，日本人立场来说，中国的关系还是重要，不过台湾也可以当然交流了。OK， 这个基本的部分。就是讲吼，日本对台湾的这个关系吼，真正唔通这个伤，把这个期待放伤悬吼，其实拢是自这个国家利益来去做参考啦吼。其实对中共哦，这个日本可能嘛思考讲安怎甲和平来这个共处啦吼。啊，咱嘛要看到讲，其实咱做到这个新首相这个人选这个比较啦吼，一个来看吼，这个第一位吼，伊说118吼，118过去挑战首相这个位吼，失败2届吼。啊，有人讲伊是较这个亲中、较友中这个派系啦吼。啊，伊是前这个自民党的这个干事长啦吼。咱讲吼，我嘛是这个咱看到这个118这个派这个头人啦吼。头拄仔咱嘛有讲到。甲日本关系、甲台湾关系建立起来吼，过去这个前总统，咱讲这个李登辉过身的时阵，伊亲身来到驻日代表处来去这悼念啦吼。其实咱看到伊叫做苏格桑，苏格桑哦，大家有印象就是去年吼，2019年时阵要改换这个名号呀，礼外桑啦吼，迄当阵举着这个令和吼，这个部分大家印象真深啦吼。啊，有人讲伊是较亲台派啦吼，但是头拄仔教授已经讲吼。卖对日本伤悬，对这个期望伤放伤悬吼。啊，伊做过啥？伊做过内阁官方的这个长官、总务大臣，无派系啦吼。但是讲就算无派系，但是足侪派系开始咧甲消停啊，所以伊即马这个声势上悬吼。上尾咱要看到啥呢？咱要看到这个岸田嘛是安倍晋三的真重要这个外交幕僚吼。有人讲伊是较亲中、友中这个部分啦吼。啊，伊是自民党。政务调查会这个会长吼，嘛是外务的这个大臣，嘛有人讲伊这是家己一派啦吼，伊是这个岸田派。啊，另外咧，厝内底是3代这个众议员吼，咱继续来请教咱的这个研究员吼，咱看到头拄仔讲哦，对日本可能嘛是往因这个国家利益出发，但是咱嘛是有望讲，若是新的这个首相一个起来，吼，对台湾，还是讲对美国，真正爱行什么方向？我感觉这个是。足久长啊，吼！咱知影日本甲美国都共款，是对台湾、对台湾的支持，是。这个物件是对一个政党，是对台湾整个的社会国家，哦，啊，人甲人，啊，台湾人、日本人、台湾人、美国人，是有足
足好的基础啊，我也个记得，即个2005年吼，我以及日本是以即个小泉纯一郎，伊的办公室内底是就是那干事长就是即个安倍，是即个安倍就是支持台湾，会当来加入即个世界卫生组织，吼，共款我们2005年是，以即个印度，即个印度一个 IDS 的会议内底，这石破茂都做即个防卫大臣都要落台，是，伊有安尼讲，伊水落台，咱台湾就足积极来邀请伊来台湾访问啊。伊讲，这北京完全拢无啊。是，所以咱知影来讲，咱的外交官确实有影做拍拼，因为咱台湾是一个较小的国家，甲中国来比，所以咱爱透过足大，唔惊咱的民主，咱的外交官咱公务人员爱足积极来甲即个日本来做指甲，做一个足好的关系。所以按讲有即个基础啊，我讲不管什么人来做即个日本的新的首相，拢共款，美国、日本甲台湾，我共款一个综合一个三边的关系。是三边的这关系做好势啦吼。其实咱是这个真毋望讲真正这个新的这个人选也好，还是讲吼新的这个首相。真正对台湾吼较友好啦。头拄咱嘛讲吼，虽然遮写友中派吼，但是咱头拄这个研究员所讲的，其实咱嘛是真积极去甲伊邀请吼，做外交官也好。其实伊嘛毋是真完全是这个友中派，其实对台湾这个基础建设，咱若拍好势，咱都毋惊这个台日关系吼。伫未来新的这个首相一个起来，都会各样都会变化吼。继续，咱要来请教这个教授啦吼。咱头拄嘛讲到，有这个。伊写啦上伊所讲的，即个对日本国家利益出发的，可能对日本的期待慢慢会放伤悬。但是对美国，咱嘛是共款啦吼。咱头拄嘛讲到，台湾是爱展现着咱家己的价值，咱甲日本要展现什么价值，互日本互咱看着尊崇的。因为日本对咱来讲是足重要的国家，因为咱甲日本的关系，唔敢若讲飞行机飞2-3点就够啊吼。日本以前甲台湾的关系。甲日本合作，咱的经济、科学吼，拢有足大进步，所以日本对来讲是足重要的国家。所以咱以前定下咧讲，咱要怎处理甲中国、甲日本、甲美国关系，这三个关系足重要。即马因为中国一直不断的为伊的军事来要恐吓咱台湾还是其他国家，所以台日关系、台湾甲日本的关系足重要。唔单来讲讲经济、社会、文化安全嘛要搁增加。咱之间的合作，因为吼，美国甲日本有迄个美日讲安保条约吼，同盟吼，所以因的安全关系是无问题。不过台湾甲美国甲日本，咱即个区域吼，会使为美国甲台湾甲日本的家用，会使增加即个所在安全吼。针对这三个首相人选吼，因为即马咧思考问题是讲9月17号吼，自民党伊就选伊的总裁人选吼。所以，这个总裁人选的任期是到明年的10月份啦，9月跟10月份吼。本来是讲剩1年啦，所以这是安倍过渡任期剩1年。所以我感觉讲中华这个菅义伟吼，因为伊人讲伊是令和大叔啦吼，伊宣布今年是令和吼。伊其实是嘛是安倍最重要的迄个左右手啦吼。伊会使互安倍信任，因为安倍。为什么这阵啊宣布讲伊无爱做啊？因健康因素，因为到明年剩1年嘛，伊若摆讲无人会知嘛，搁记录。因为剩1年的关系是因为伊健康是足大的问题，伊无到暗示，所以伊即马修炼时节吼，到9月17号新的总裁出来了，新的首相出来了，伊嘛使咧等咧背后来影响，所以我感觉讲安倍时代无爱袂结束到明年啦，因为。对菅义伟还是石破茂来讲，伊若讲争取1年迄个任期，讲无得做得较好。OK， 可能佫是安倍力量会低，因为安倍2006年做首相，2007年落台了，2010年又佫做首相，伊任期上长。是。伊做的一寡物件，不管是安倍3支箭、安倍经济学，还是伊的迄个对中国关系回温，本来今年。
习近平要见面的呢？日本是因为疫情才好冻点。对，啊，本来日本今年的8月嘛要东京奥运啦，2020嘛，这对安倍来最重要的。搁一条最重要是讲安倍嘛要修宪，要甲自卫队吼，要甲路线要变成正常和平宪法。这一康课，那我都和菅义伟完成1年来完成，对来讲嘛是安倍的功劳。OK，所以石破茂甲迄个所谓的岸田文雄，因为思考讲，我要争取1年，也是讲后1年过来拼，年期较长的。就是这个是过渡时期啦，吼，咱讲石破茂是个岸田文雄，因为在国拼这个新的这个3年一摆这个首相，也是讲最重要是讲安倍对台湾就好，伊等咧2007年嘛来个台湾去圆山的忠烈祠，所以伊对台的感情足深的，所以我感觉伊的思考是足现实的，讲为日本的国家利益来考虑这个问题。甲中国一定爱讲经济交往，甲和平来往。毋过伊嘛袂放弃跟台湾的关系，因为台湾是最重要一个partner，就是讲伙伴啦，甲美国关系。所以为这3点来看，美国未来1年是一个过渡期啦，即嘛袂使讲未来日本的政体是安怎行你看。OK， 所以伊下拉上，这个我们看到斯卡上过渡时期而已嘛，然后岸田石破茂，未来在拼在明年后的。下一任的总裁，不过这个还是一定要讨论的部分。不过这个因为他的任期是总裁1年多了嘛，我1年多，同时1年多一定要改选，应该12月嘛，对，所以是意思是如果顺利，目前状况下菅义伟，对菅义伟他比较有看好嘛，他选下总理。然后他任期内改选，如果自民党大胜，也许会他再继续。也要看这个自民党自己的生存。OK， 也许如果改选就胜利的总理，怎么会要下台了 ？OK， 所以是看还是要为了下一次的选举表现怎么样的。如果是自民党表现不好，当然党内开始有杂音了。OK， 不过是什么时候要改选，还是他很重要的这个。政绩的这个计算的，政治的计算哈。再回到我们说安倍晋三那一通电话打给川普了哈，你觉得除了我们看报道的那些话，你还觉得他透露了什么？这个应该还是因为不管怎么说，安倍我觉得某些部分呢和欧洲的民主国家的领导非常配合。川普的啦，所以他们我就建立某种的还是不错的关系，所以我也这个几年跟你一起合作很快乐，很有意义的，所以我要离开了。不过是小伟这个礼貌性的对他的挨下子，或者是表达诚意的。OK， 我当然也有政治很多这个解读了，不过我个人认为是还是表达他的诚意。OK， 表达这个伊的诚意哈。虽然今仔日自AIT 2个电报开始讲起了哈，真正这个美国这个动作真正唔是干那人嘴花讲讲尔，实际的动作就是要中共知影，你卖武力犯台吼，维持着咱讲台海这个稳定是真正重要。另外，咱嘛看到讲这个 Czech Republic 这个共和国的这个咱讲参议院议长啦吼，来到遮讲我是台湾人，这句话嘛是咱头拄讲到。参照着这个 Kennedy 哈，Kennedy 啦吼，伫咧这个 Berlin 的时阵讲，我是 Berlin 人吼，这个动作嘛是共款，向全世界来宣示讲，台湾有真侪好的物件，讲好的这个精神来去做一寡这个宣传啊。这个时间咱嘛看到中共这个外交部长尤元也伫咧欧洲访问吼，但是咧世界去碰到这个顶啊吼，大家拢互伊歹面相来看吼，咱嘛看到讲，其实全球这个社会。对中共，咱就用这个西哈拉桑这个话来讲，对中共开始严格起来吼，咱嘛继续望讲这个严格起来，嘛会当吼这个中共有做一寡这个变化吼。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嘛感谢同青龙编辑看，咱马上再会，拜拜。